做 crypto 合約，要贏錢謀輸底，策略係關鍵。今日教你幾招避開爆倉。首先，記得用大型可靠平台，好似 Binance 咁，全球排名第一，交易量大，安全又信得過。教你第一招，了解 cross 同 isolated 模式。用 isolated mode 可以確保每單交易有自己倉位，就算出錯都每連累晒所有資金，爆倉風險大大降低。第二步，落單記得善用止損 stop loss。喺 Binance 落單時，可以設定止賺止蝕位，即使行情突變都保護到本金。好多新手會錯用高槓桿，其實低槓桿更加穩陣。越高槓桿越易爆倉，建議新手最多用硬 X， 穩守勝算，唔好見到 100x 就衝，穩步最重要。你睇下 Like 近期有交易用合理槓桿控住風險，最終長倉 etc 就有 109% 回報，利潤足足1900美金。呢啲就係堅持風控嘅結果。再睇呢單 Short BTC， 做好止損，最終呃到 220% 回報，贏多過輸，靠嘅就係正確策略同平台功能。想開戶做合約，記得用我放喺下邊介紹欄嘅 Binance 專屬邀請碼，註冊即有 20% 交易費回贈，一齊精明炒 Futures。